如何設置收費同折扣？第一部分，使用預設收費。喺處理訂單支付嘅時候，如果存在其他嘅收費，例如膠袋費，可以使用預設收費。喺 post 下方界面上點擊其他收費按鈕，揀選預置嘅費用項目，點擊費用項目加或減嘅按鈕，即可增減費用，或者喺特別費用處直接輸入費用。設置特別費用嘅時候，輸入費用額度，然後揀選貨幣符號嚟設定費用，亦可以點擊百分比符號嚟設定費用百分比。觀察訂單界面是否有預設收費顯示，點擊確認即可完成預設收費設置。第二部分，使用預設折扣。使用預設折扣可以為顧客提供訂單折扣，呢種折扣會直接從顧客訂單嘅總金額中扣除。打開 POS， 點擊下方界面折扣按鈕，揀選使用預置嘅折扣方案，或者使用優惠券，亦可以直接輸入整單折扣以享受訂單優惠。設置整單折扣嘅時候，輸入折扣額度，然後揀選貨幣符號嚟設定折扣價格，或點擊百分比符號嚟設定費用百分比。觀察訂單界面是否有預設折扣顯示，點擊確認即可完成預設折扣設置。